亞省卡加利市長表示，市內用水量持續上升，如果情況冇改善，有可能實施強制室內用水限制。何永康嘅報導。總食水管爆裂到依家個幾星期，卡加利食水供應仲未完全恢復正常，維修進度亦因為前晚嘅工地意外受阻。市長貢德克喺朝早嘅例行記者會上話，琴日全市用咗4億8千萬公升嘅食水。面對嘅情況係緊急同災難性，亦要保證醫院同消防有足夠用水。佢話：如果繼續保持依家嘅用水量，市府可能被迫實施強制性室內用水限制。佢重申唔希望行到呢一步，再次呼籲市民由沖涼、煮食甚至沖廁都要用盡辦法慳水。佢舉例話，每個家庭每減少一次沖廁，可以慳返1200萬公升食水。除咗嚟緊落雨可以儲水之外，仲呼籲星期日父親節做爸爸嘅要做個好榜樣，嗰日唔沖涼唔剃鬚。